感谢上映咱继续来看受到风台影响，今仔桃园机场伫早起8点统计，计共是取消132个航班。另外，桃园的永安渔港昨暗头有一个查甫人出海去钓鱼，要回来时，煞人卡伫布花爬袂起来海巡署嘛出动，把这个查甫人救起来。桃园机场航空公司柜台头前有袂少旅客当咧办理报到的手续甲行李托运，也有人准备登机。3多日风台侵扰台湾，全台湾22个县市拢宣布停班停课，袂少旅客烦恼风台扰乱行程，随时拢咧注意动态。在关注那个台风的动向啊。是啊，我们都有在注意看，因为它在南部，基本上北部没有问题。跑道顶面飞机机排队起飞，虽然天气阁有出日，犹原有袂少航班受到影响。根据桃园机场初二透早8点的统计，客货机入境取消65班，出境取消67班，计共取消航班132班。入境航班总共取消65班，其中客机51班，货机14班。那出境部分总共取消67班，其中客机51班，货机16班。另外，虽然风台也未正式登陆，初一暗头永安渔港南地也发生钓鱼的民众，要回来上岸的时无法度爬起来，掉伫报花下骹，紧急求助。立即派遣人员前往，并协同永安消防分队利用救生装备及延伸梯实施救援，成功将男子救援上岸。海华巡逻队表示，目前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会对看海洋的民众、甲钓鱼的民众可劝因离开，也提醒民众唔通家己走入去禁止或者是限制的公告区域。若经过可劝无爱走的人，会按照灾害防救法，诉讼函送主管机关裁罚，上悬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